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这礼拜咱阁讲到川普，为着美国伟大，毋那点火世界贸易战，川普开始整顿哈佛大学减20外亿外的银钱，阁来6800名外的外籍学生的签证拢无爱公家钱。反正整个 DEI 文化多元平等要一摆来改变。今仔日，咱美国会变做什么款呢？四位专家到底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在美國 DC 以及紐約州的這個律師陳慶武。主持人好，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文化工作者羅玉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羅玉嘉。那麼第三位是前美國共和黨亞太區的主席，嘛是紐約州的這個律師彭英傑。大家好。另外在線頂的是前畫拍北加州的分會會長張國興。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首先呢，讓觀眾朋友來了解。到底美國總統川普是發生什麼代志？伊講哈佛大學目前國際學生佔31%上濟，應該減到15%，來保障美國學生的入學的機會。另外，川普政府嘛加強審查國際學生，國務卿 Rubio 直接點名，尤其是中國學生。哈佛大學學生27日喺學校內面舉行抗議活動，支持國際學生，希望學校雖然有聯邦政府嘅壓力，也是當堅定立場。美國總統川普禮拜被問到這件代志時陣，閣再批評哈佛應該設定外籍學生比例上限。I think they should have a cap of maybe around 15%, not 31%. We have people want to go to Harvard and other schools, they can't get in. Because we have foreign students there. But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reign students are people that can love our country. 川普也講，哈佛自世界上一寡高度激進化的地區招收學生，伊無希望這寡人佇咧美國製造麻煩。川普政府的政策對哈佛的外籍學生造成無確定性，有拄則錄取哈佛的外籍學生，甚至希望家己當初申請的是美國以外學校。Yes, s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situation is very hard for me. I don't know if I can go to Harvard. And so being unsure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We're being used like pawns in the game that we have no control of, and we're being caught in this crossfire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Harvard. And it feels incredibly dehumanizing. 根據哈佛的資料，學校內面要加6800位外籍學生，佔所有學生的27%，比2006年的20%較懸。而且，川普政府繼續加大對外國學生的審查，國務卿魯比奧也直接喺社群媒體點名中國，並且講將會積極撤銷跟中國共產黨有關聯，甚至是喺特定領域投資的中國學生的簽證。中方一貫認為，正常的教育合作和學術交流不應當受到干擾。我們敦促美方切實保障包括中國留學生在內的各國留學生的合法正當權益。美聯社講，中國是美國第二大國際學生來源國家，第一是印度。2023到24學年期間，有超過27萬的中國學生在美國讀書。不過，常常發生中國學生在美國境內從事非法的行動，引起議論，和川普政府決定要加強審查。公視新聞陳偉林編輯。觀眾朋友呢，看到這條新聞，尤其咱今擺要來討論3項代誌，一個就是講外籍學生愛返去因厝，攏袂使來讀冊，而且呢，講韓國袂當過來簽證啊。第二項就是中國學生，即馬要來簽證的，甚至要就學的，可能會受到這個不管叫做挑戰，還是講來檢查嚴審。第三項咧高鬥陣的，就是講外籍學生恁這寡人，攏唔是真正愛美國的。尤其攏缀到即寡大學的老師恁遮攏左派，攏愛 DEI，
啊，这 DEI 是啥物吼？小等在座这几位啊，拢会讲互你听，啥物叫做 DEI 吼？首先吼，我来请教着陈律师吼，你在美国读册超几档6档。6档嘛吼。伫美国6档对。伫美国6档吼。你会当用实际的例，甲咱讲讲，尤其你伫纽约咧读册嘛？我是伫Missouri State，Missouri。Missouri 吼。Missouri。恁学校你看到？这是 DEI， 或者是讲中国学生，互你讲，你要先讲中国学生袂要紧，你要讲 DEI 袂要紧，还是讲你参赛，因为这话题是其实拢敢若卡家定的，啊定到定。你感觉这几档吼，这 DEI 的气氛是真正安尼亲像传播讲安尼赫国扬名吗？我伫St. Louis Missouri 读书的时阵是差不多18年到23年。迄个时阵就是拜登的时阵，到有 COVID。这5年内底，我有发现讲，咱学校内底有足侪叫做 scholarship，DEI scholarship，就是讲你即款的奖学金，敢若会使互 DEI 的身份的人去申请。你若是白人，若是查甫，你就袂使去申请。来，安尼现在安尼就爱先停的。DEI 是什么意思？我要请迄个方恩哥。你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DEI。我这美国人先讲。所谓的 DEI， 第一就是 diversity 多元，那 E 是 equity 平等 ，I 是 inclusion 共融。那这个意思是要给，比如说少数民族或性别少数，比如说同性恋之类的，要给他们多一点机会，不管是在企业界或在学术界。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还是要给他们比较多的机会，所以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为什么人家会反对？因为如果有2个学生申请某一个大学，那一个是少数民族，一个是白种人或华裔，因为美国很多华裔会上很好的学校，对不对？那因为 DEI 正式，那该学校就会让成绩比较低的黑裔或西班牙裔来入学了，那就。对白种人或亚洲裔来说是失去就学的机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 DEI 的正式的结果。那么有没有法令在支持这些事情？他现在只是用一个 program， 然后联邦政府发包，学校有办公室，然后但是这个有法律的这个 backbone， 不是法律依据，但是的确在拜登过去10年执政的时候，他的拜登政府的官方政策是支持 DEI 的计划，不管是在学校或在企业界，所以其实他们有那个时候在拜登执政的时候，有很多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他们就也有很多，不管是在美国的教育部或其他的部会，也有设 DEI 办公室，所以在他们的主管机关范围之内会推动 DEI 政策，不管是在学校或在企业界。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对不对？他们是非常非常支持。其实这个也引起很多选民的反弹，那川普就会当选。所以大家就听到其实这就是敢若搞敢若卡家定的啦。甲选举，甲政治，甲文化，甲族群有关系吼。就是歹势，你搁继续讲落，你家己拄着的例。我家己拄着的，就是咱阮的学校有一个啥物叫做 DEI office， 就是讲学校里面伫设立一个 DEI office 来表示讲阮这个学校就注重 DEI 的。那内底就有啥物行政官President、Vice President for DEI。就专门给这个 DEI 的人来斗相共因的代志安尼，迄都是一个态度啦，迄是拜登时阵发生。你讲的是一个态度，但是会影响到医生，影响到这个 scholarships 奖学金，是佫会影响到就业的机会嘛？是有一所学校，你连你的员工拢有对规定，学校拢规定讲，你要有几%的人是请 DEI 的人来做咱的员工，做咱的教授。这因拢有这个规范伫的，但是随时讲，他怎本律师讲，其实拢是用行政命令是嘛，是应该是啦，是举例来说啦，美国律师协会都有一个。叫做 Standard 206，伊就讲希望讲全美国的这个差不多200个 ABA 迄个
法学院内底，会使每一年入学学生有几 percent 是 DEI 的人啊，员工有多少，教授有多少啊？你这个政策下去，你就会影响你199个法学院讲安尼，阮的学校会安怎运作？啊，我若不爱参与。啊，你都可能会被一个，因为 ABA 是一个可以认证美国法学院的一个机构。所以讲，你若是无参与，你的某些分数，有可能就是你的分数都会较无法关掉，对不对？ ranking 排较低，有可能有这个情况发生，那你嘛不会想要跟 ABA 对着，就是对着。哦，这是实在是讲，我先无论断好啊歹哦，吼，咱互观众朋友家己来判断吼。所以要请教到药家吼，因为药家吼，首先在网络顶头写到这个 Harvard， 讲到 Harvard 这个中国学生的问题，吼。啊，乃至到讲，其实甲这 DEI 吼，咱在看这传播甲这个 Harvard 这个斗争吼，我想这一时半刻还佫未停哦。你按照看待这个 DEI 甲这个中国学生啊，尤其头头讲，其实华裔的还是台裔的，可能会去用DEI 影响着，你安怎看？嘿 ，DEI 这个是。应该是有10年的历史啊，嘿，因为进前，保守党的议员，因就足想要讲，中学、小学袂使教这个 CRT， 就是迄个种族的，伊这个学术就是讲，美国社会建立在迄白人徛黑人头顶，啊，所以一切制度。不只是欧罗制度，一切这个法律啦、社会啦，一切拢是建立在讲白人至上。白人为了徛咧黑人头顶，所以一切的设计拢是对黑人不利，对拉丁美洲人不利。所以讲，伊就对这有色人种来讲，拢是讲。这不是我的失败，这是因为社会无平等，所以我袂当靠努力来成功，就爱这个社会来改变。啊，这个开头是真袂歹，啊，不过这个社会，迄个自从迄个觉醒运动开始，阮会看到讲，阮咧台湾拢会看到讲，小美人鱼变做是黑人，啊，白雪公主变做是黑人。也是哈利波特的妙丽变做是黑人，哦，这克罗琳因足支持的，啊，毋过足侪人就开始找，像讲咱以前迄个台大学生会长的选举的时，好，毋就是台大的学生，也是建中的学生，伊就出来找查某，啊，找原住民加分，伊拢看足袂习惯，讲啊，阮白人，阮查甫人去互人欺负啊，我遮拍拼才会使入来台大，啊，恁原住民加分，你就会上入来，安尼这无公平啊！所以这个觉醒运动就是开始有一个反错，就讲恁咧欺负咱白人，反弹起来吼，反弹起来，反正啊，吼，就是讲你咧欺负阮白人，你咧欺负阮查甫人，哦，所以呢，到川普第2任的时阵，因就开始川普就开始要。立法禁止讲小学、中学袂使教这个 CRT， 袂使教这种社会拢是白人咧统治，啊对咱黑人无公平。伊讲你这撕裂民主、撕裂美国，安尼这袂使啊！拜登就甲推翻了，啊毋过川普落去了后，美国的众议员搁来提。佫想来讲，小学、高中袂使教这，啊，民主党就讲，本来就无咧教啊，你是摕一寡个案尔，你就来讲嘴讲，一定袂使教，啊，两边就咧安尼耍过来斗争，所以讲这选举真好用，所以拜登甲川普咧选举的时，川普嘛是来讲，我的政见就是我爱废掉所有的 DEI， 对遮开始，对遮开始。啊，所以即使是在拜登的时阵，国会嘛是通过讲，若是学校支持遐个反犹的教育、反犹主义的教育，反犹太人啊，反犹太人的教育，政府会使买菜无互伊钱。啊，这个
这个法律呢，唔是干那讲共和党在支持尔，伊300多票，民主党嘛有100多票，嘛有人支持哦。嘿嘿嘿，这是有美国的民意在支持哦，因是足测这个觉醒运动的人。是啊，所以这我就爱问你吼，这不能说吼，你家己感觉安怎？对着这整个过程，尤其啊对60年代、60年代开始 affirmative action， 对迄阵开始，因为吼我又加他咧讲时，我笑两声，呵呵。安怎笑呢？是因为其实台湾也有小可小详的代志有发生，但是台湾无法严重到。美国的严重是安怎一个严重法？你安怎看？你看看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affirmative action，从60年代开始，那么一直到现在 DEI 这个演变的过程，我相信你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成长，你看到这怎么变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很多人会认为 affirmative action 在那个时候是适当，不管是60年代或70年代，因为过去知道，不管是学校或企业界都有歧视少数民族，比如说黑人跟西班牙裔。但是很多人认为现在那个必要性已经不存在，所以 affirmative action 很多人会认为，即使在那个时候，在60年代或70年代有必要的话。目前现在是没有这个必要，所以相关的政策都可以关掉，不需要，真的可以取消。是，那这个是有一些人觉得没有必要，可是像尤其大学里头，我观察的，在美国的大学高等学校里头，很多教授啊，大部分都是，我不能说大部分啊，很多教授都是左派的。很提倡这个想法，没错。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氛？还是这是代代累积下来的状态？对很多学术界，尤其是在社会学院或法学院，比如说或政治系、历史系之类的，他们的确是偏左了，所以他们会认为我们学校过去的错误，我们还是要改进。那不管要花多少时间，不管是从60年代开始到现在，因为比如说 Harvard 有400年的历史了，那过去没有让少数民族入学，对不对？那很多教授或学校的行政单位会认为，我们过去的错，我们还是要改进。那不管要花多少时间，或要给少数民族多少的空间来入学，他们成绩单比较低，还是要让他们入学。他们还是有这个概念，的确是有，尤其是在学术界。在学术界哈，那么现在以你所接触的或者你所知道的，现在他要把这个预算，包括不只对哈佛，他很可能对其他的高等学校，他说你们这些人就只会嘴巴讲一讲，我要把预算给技术型的学校，让制造业再回到美国，这件事情也正在发生。对，就是川普最近几天有发布，他有这个概念，其实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至少川普的支持者，去年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是超过1万的选民是投给他了，所以很多选民会非常的支持川普这样做。所以说实在，老实说了。高等学校心里要准备，很多过去会拿到的联邦政府的资源，以后是没了。那你赞成吗？我是觉得可以调整。我真的觉得我们继续，你刚刚有提到川普这个继续学院给他们更多的联邦政府的资源，我是觉得这个是蛮有道理的政策。可以调整，当然可以调整。好。那即摆伫线顶吼，咱的即个张国兴吼，咱的前会长吼，会长，你也在美国啊足久的时间啊吼，28年了，28年吼，但是你一定来看在眼内吼，对即个早期 affirmative action 一直到即摆 DEI 啊，美国人有人讲啊，美国即摆已经吼烂个个，即吼无伟大啊啦，吼啊乱七八糟。啊，高等校吼，无就是一个人咧反犹太啦，咧支持哈马斯啦，规工啊食饱好饱无代志做安尼，敢是安？是，
是我想吼，拄则你有在问这个，拄则咱这个美国朋友啦吼，伊讲了无毋对。咱早期吼，就你讲的迄个1960年代吼，有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吼，这叫做平等法案吼。啊，这时啊有这个平等法案，就是讲早期这个美国黑人因是受到无公平的待遇，啊尾啊美国为着要救这个无共款族裔的人吼，伫就业、就学方面。会当受到公平的待遇，所以有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吼，这个平等法案。啊，这平等法案你对有在问啦，这平等法案本身伊是有法律的作用，吼，伊有法律的作用，但是就是咱这个美国朋友讲的，伊实行到即摆以来，老实讲，美国的社会普遍，我嘛感觉讲其实无需要有什么平等法案啦，啊，所以因慢慢用改做 DEI。啊 ，DEI 你拄则咧问过，这 DEI 有这个法律的作用无？啊 ，DEI 其实是无法律的作用，吼，伊的作用甲这个咱即摆同咧讲 ESG 真共款，就是讲你即摆这个企业，吼，你若做这个代志，吼，你的企业的评比你就加分。啊，比如讲你若要请政府的经费，政府较愿意互你，吼，所以是无这个法律的作用，但是是有鼓励企业去做的作用。我感觉啊，以前要废除，就是讲美国较早墨西哥裔的人真少，但是即摆美国墨西哥裔的人愈来愈多，所以少数白人老实讲，慢慢伫美国已经毋是变弱势哦，无一定啦吼，但是已经毋是无一定真紧，就有可能毋是上侪人，反正墨西哥裔是上侪，吼，所以伫即个情形啊，你搁去教育讲社会啦、企业。爱了解讲墨西哥人的生活、黑人的生活，啊，你爱尊重伊。老实讲，这个必要性并无真悬。但是咱即摆搁倒转来，你拄则咧问的问题，就是讲，即摆美国是毋是真乱？我是感觉讲无毋对，就是咱这个美国朋友讲的，美国伊即摆校园内底，尤其是一寡真有名的学校，伊迄个左派的思想吼是真严重。这是老实讲是爱调整，但是调整是毋是爱像川普即种安尼，安尼舞大刀落吼，啊这大刀舞咧嘛无一定有效，因为学校甲你企业甲政府无共款，这是一个传播知识的所在。你对学校某一个程度运作嘛爱去尊重吼。啊，这个物件，而且咱老实讲吼，伊这真侪代志是几项个案啊。吼，几项代志，无表示讲，比如讲你有一寡人在示威反犹太，无表示讲规个大学内底规个拢在反犹太。吼，都咱共款，你像哈佛内底，哈佛有25000个学生，2400个教授，啊，若有一个教授，10个教授讲一寡反以色列的话，还是讲有100个学生，哦，反以色列，安尼敢表示规个学校拢反犹太。哦，我想这是咱足侪物件，咱外口看起来，甲事实上，现状无一定共款啦吼。但是我是同意咱对遮这美国朋友咧讲的，就是讲美国迄个大学迄个歪左派，歪了有较严重，啊，这对社会，对美国来讲是无好。但是讲你讲川普伊要甲这个高等经费提起用去伫职业学校，老实讲，这我嘛无一定同意，是安怎？因为高等学校，你像哈佛这种学校，伊会当做啊遮好，美国社会会当一直发展。伊一个最重要就是讲，伊吸收全世界真优秀的人来美国读书。啊，这人去美国读书了后，因慢慢就爱美国啊，因美国是一个真好的环境嘛，爱伫遐读册啊了后。佮留伫美国社会，为美国社会贡献，这是美国伊会当一直保持伊强大一个重要的因素。啊，你讲你要甲这外国禁止啊减少，要甲这经你会当调整无毋对，但是你讲要甲减少啊，甲这经费摕来互这条学校用，老实讲，我感觉这对美国长远的发展来讲并无帮忙。会长，你讲到一个重点吼，就是美国吼过去之所以美国会当伟大。其实是5花杂色的人，拢聚集伫美国，哦，包括着不管是台湾人啊、中国人，还是其他5花杂色的人，在遐发展，哦。
对。但是你睇讲到一项代志，外籍嘅学生，即马现主时 ，Rubio 伊就讲，吼，恁遮中国嘅吼，9000万嘅共产党员，恁嘅第2代、第3代来到阮美国吼，个个拢可能是间谍。我要好好甲你答一下，你认为这项代志，吼，是对啊毋对？若是对，应该安怎做？唔对，又搁应该安怎做？好，这真好的问题哦。伊讲的鲁比有讲，这是确实有吼，美国学生有美国中国政府当然有派一寡这个学生伫美国。啊，这些学生伫美国，伊有几个目的：第一，伫美国收集资料；第二，伫美国监视美国中国学生；第三，替中国政府做宣传。吼，啊，这人伊若讲做的代志违反美国政府的法令。美国政府应该把这人赶出去，吼，也是讲取消因学生签证。我感觉这美国政府应该去做，但是唔是讲全面去禁止中国学生去美国读书。是安那？因为中国学生去美国读书，对美国、对中国拢是有帮忙。这中国学生因去美国了后，去美国读书了后，看到美国社会进步，因嘛思考讲中国的情形是毋是有需要像美国安尼改善？吼，比如讲我迄阵个，我超2010年甲12年这段时间，我怎会工课伫美国，我代表公司咧开国际标准会，我都拄到足侪中国朋友，因开始反省讲中国这个制度是毋是好诶？中国这个贪污啊，甲迄个好野人甲善良人差距足大，这个代志，这是毋是对诶？因开始要了解讲台湾是安怎，我就行较民主。啊，现在因会安尼想，就是讲，这个学生伫美国读书了后，伫美国工作买厝，因爱足认真去打拼，爱付这个房贷啦，吼，爱看到中国来足侪高官是摕几啊百万的美金来遐买厝，吼，因拢免付房贷，吼，因就法度买着厝，吼，哎嘛感觉讲，哎呀，这足无公平啊！吼，是啊，偏中国出来，我则爱则拍拼，啊是安尼，因拢免拍拼，就我用现金去买厝，所以因嘛开始咧思考讲中国爱民主化，所以我感觉讲徛伫中国要帮忙中国现代化、民主化，佫徛伫美国，而且这真侪学生，老实讲，因嘛无一定去美国，有迄无毋对，去美国读书工作了，伊还佫替中国咧做代志，但是真侪人伊读书伫美国社会工作了，对美国社会嘛有真大的贡献。所以我感觉讲，你讲要安怎做？我感觉讲应该按照美国法令，美国有影爱加强监督，但是毋是全面禁止中国学生去美国读书。会长，我必须要搁甲你问一个问题吼，我来转来现场吼。哦，就是你睇下讲中国吼。中国学生若去到美国了，多多少少拢会受到这个美国思潮的这个影响吼。乃至到咱来望讲，伊可能会产生和平演变。但是我即摆看起来吼，这美国人已经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已经是算绝望啊哦。哦，咱会使安尼讲啊，至少是传播因是认为是绝望啊哦。你讲这无，啊，所以你认为？你个讲。所以你认为这安尼做落去，应该爱做什么方式的修正？如果若要保持讲好，咱爱是较自由派的，但是要安怎来保持这内面的这个纯洁性，还是讲哦，真正会当对美国有利？我感觉讲你讲无毋对啦，其实目前川普的做法对因无优先，而且。因遮我拄则咧讲话，讲我较早熟悉遮朋友，因即摆嘛拢毋敢讲话啊。因为中国这边，因要中国即摆是习近平是做迄个高压咧统治，因嘛无法度有啥物作为啦。哦，这现状是安尼，这是无毋对。啊，你讲应该安怎做？我嘛无赞成讲美国爱互遮个中国学生伫美国会当做一寡非法的代志。所以我讲我拄则有讲过，我感觉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学生伫美国的活动爱加强迄个，就是讲爱莫讲控制，就是爱好啊去管理啦。吼，那你若发觉讲
因是对替中国政府咧做代志，也是讲对其他中国学生无优先，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好，会长，你暂是线顶小等了，我先请这个彭律师来回应哈。刚刚我们所谈的是整个 Harvard 哦，包括卢小姐她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整个 Harvard 其实它的 donator 几乎啊很多学院呢，很多都是中国的大企业，甚至是中国政府在背后在支持。那么我刚刚也跟这个张会长也谈到说，那他赞不赞成 Rubio 的做法？现在这么样雷厉风行的要把它控制，还是说可以做某种程度的修正，但是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因为这是美国可以伟大的原因之一呀。我觉得 Harvard 碰到这个问题，其实只能责怪自己了。为什么呢？因为 Harvard 我们都知道 ，Harvard 不管是行政部门或教授等等，都非常聪明，对不对？他们非常了解，他们当初拿到中国企业或中国校友的援助啊，都是跟政府有关的。中国就是一个共产国家了，是一个独裁国家了。我们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 ，Harvard 接受这个金援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想清楚，他们应该要做他们的 due diligence， 就是要查核这个金钱的来源到底是哪里来的。所以他们以后就是现在，就是从那个时候拿到很多钱，那到现在要碰到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恶化，对不对？尤其是川普团队对中国比起拜登政府是对中国比较强硬的态度啊。那现在碰到问题，我真的觉得他们只能责怪自己了。那么其他的常春藤学校呢？你觉得情况严不严重？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因为在过去30年左右，就是跟着中国崛起的这段期间了，中国经济起飞。他们有很多中国人来读书，不管是大学部门或 MBA 其他的研究所。那之后这些人有会到中国赚钱，那他们就愿意把很多钱捐给学校，他们以校友的身份捐钱给长藤学校。所以所有的长藤学校有一样的这个问题了。是，我接下来要请这个有家哈，你来讲哈。你观察的这个哈佛大学里面，中国的势力的影响，吼，因为咱印象当中啊，感觉以早的哈佛是犹太人的影响较大。什么时阵目睭念一个，变出中国的影响变得真大吼？啊，彭律师他也讲，这就是学校啊，家己啊知影这个寸笑啦。你认为？嘿，实在是为落实了后。全世界拢在制裁中国，无甲伊来往迄题目落下。啊，毋过后来咧，2008年啊，克林顿就想讲，会使像讲拄则大兄讲的讲和平演变嘛，讲你爱甲中国往来，中国才会变正常人啊。所以爱甲帮助，爱甲合作。啊，毋过迄当阵呢，中国的互相就开始。春钱去迄个共和党、民主党的政客，克林顿要竞选的时阵，啊，中国互相就钱就到伊的户头去。啊，希拉蕊咧竞选的时阵，中国互相嘛是把钱啊落过。啊，所以话恁开放嘛，你喙顶讲和平演变，啊，实在是你是收中国的钱，你有收到。啊，所以我们看到讲希拉蕊伊的。电邮内底就写讲，哦，台湾会使卖予中国啊，咱来讲，若是迄中国的外债会使豁免，啊，台湾会使予中国啊，啊，因的想法就会改变，啊，大项嘛是甚至是同一批人，咧提钱予中国的大学，伊会使中国的地产商，中国的贸易商，因拢是几亿的钱，就关去美国各个顶大。10年内底，9亿美金就过去啊！啊，甲每一间大学合作讲啊，比北京的清华大学，甲美国的顶大，甲中国政府来合作来开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研究基金几千万美金就落下去啊！啊，甚至是讲哈佛的
哈佛的化学系的主任 Lieber， 伊是上出名啊，伊是奈米之父，哦，足伟大的发掘。啊，毋过美国的国防部甲卫生研究院 NIH， 互伊1500万美金去做研究，啊，伊就甲这个技术卖互中国去。中国就讲好啊，我每个月互你20万美金，啊，你替我做代志，你来做这个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嘿，啊，这个教授呢，本身伊甲美国政府合作，啊，所以你甲中国合作，你爱申报才有上头提钱呢。嘿，伊就上头提钱，伊就无爱甲美国政府讲，啊，去用抓着啊，抓着嘛袂使甲你关起来，讲软禁半年。啊，即马这个教授就去中国上班啊，去清华大学。直接去中国上班。嘿，直接去中国上班。啊，伊的技术是啥物呢？内底包括一个人的大脑甲机器的界面，就是讲我会使用我的思想来拍字，来讲来，我嘴拢免讲，啊，我的思想会使拍字，啊，会使开汽车，啊，会使发信息，啊，这个技术会使运用。就是战争的时，迄个无人机，我会使用思想去控制伊。啊，伫拍战争的时阵，迄个资讯足复杂的。啊，毋过若是用人脑来控制，就会使简化，啊，搁较紧，搁较有力。所以讲，这对战争是有诚大影响。啊，所以这就是足敏感的一个技术。啊，是讲这个技术就是中国足想要爱的，因为伊伫准备来2007进前，伊个拍战争嘛。所以讲这是伤害美国的代志，啊，佮有足侪即款的代志，像讲伊的甘乃迪政府学院，迄个创始院长艾利森，大家来讲，习近平拢讲啊，阮中国是上和平的，啊，一边咧。台海演习，讲你无听话，你佩洛西来，我就来甲你斩，一直咧讲即种话，啊，所以咧美国人即个学者艾利森咧，伊就发明一个讲法，讲修昔里德陷阱。修昔里德陷阱就是讲，即个甘乃迪学院内底即个团队咧研究讲，近代咧新的霸权甲旧的霸权，16摆冲突内底有12摆拢战争，因为讲旧的霸权看到新的霸权崛起，啊伊会感觉吓惊，讲你敢会甲我食着？啊吓惊起来，伊就讲好，我先落手，我先动手。下手为强啦。嘿，就是安尼，所以伊就开始讲这个理论，啊，习近平就开始嘛是。只要是拄着国际的场合，伊就开始讲，像中国甲美国就爱和平，因为这个修昔里的陷阱，咱莫落去。啊，伊就创造出这个语境出来讲，来甲大家洗脑，明明是中国一讲到晚来讲，虽远必诛，我一定爱拍，啊，袂拍，阮就毋是中国人。啊，毋过到国际场合，每届伊到美国去，拢来讲修昔里德陷阱，咱来注意哦，毋通拍起来哦。你美国安尼敢你遮惊咱中国的，你袂使拍起来哦，你袂使增加迄个国防预算哦，就开始讲做这种宣传。啊，这个艾利森教授呢，每届拢去中国去看习近平，去跟讲中国的外交部长开会，啊，每届。中国的外交部王毅啊，这个人每个咧讲啥，就是透过这个艾利森教授来讲，伊就是伊的宣传机器。The third mouth。嘿嘿嘿。这我必须要给本书就翻译一下哦。刚刚我们在说的是讲到中国对于大学的渗透，高等学校，包括 Kennedy 政府学院的院长 Edison 跟中国的。不管是王毅也好，习近平在互相唱和这个所谓的修昔里德陷阱，那么这件事情，那么其实这么
这7、8年之内，其实发生了很多类似的言论跟取向。那接着我要来请陈律师哈，律师哈，其实这项代志大家拢知，证据嘛伫遐啊，即马传播要安尼处理，但是像他多会长也讲啊，安尼残道光个切五角，规个剁掉，整个美国的高等大学教育，煞规拢乱去，摕钱都无够啊。是。啊，煞来要安怎？因就开始爱家己爱，尤其即马我想真济大学拢财政困难哦。是。哦，在你的看法是，传播跟我们其他的选择，那如果要甲这个现象要甲遏制，要甲阻止掉，无其他的选择，无其他的方式吗？我想要先讲一下，因为国际学生的学费比本土学生悬足济。足贵的啊！足贵，一年可能7、8万美金的学费，啊，所以讲无这个国际学生的学费，这个学院就歹运作下去嘛，所以讲这影响就大的。啊，第二个就是讲，拄啊，迄个会长有提到说，叫做让这个帮助中国来和平演变，啊，就去考。然后方律师有提到讲，哈佛家己嘛爱负责，啊，我感觉讲，其实讲。你嘛看一个中国学生，中国的留学生伫哈佛，你哪会知影讲伊的钱是倒位来？可能伊老爸是中国的官员，啊，可能毋是，但是伊的钱嘛是有甲中国做生意啊摕到的钱。啊，你还去如何去认定讲这个funding，这个学生的学费是安怎来的？有没有红色的资源？这是就歹去认定的。所以讲，若是会使加强这部分，你想讲有啥物方法，会使去做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可能也使帮助迄个学校去讲要怎么判断这个学生有没有问题？我在我的想法，因为我真侪当初拢伫美国咧教册，在我的想法是真困难。真困难是。伊有诶吼，共产党第2代、第3代吼，即马有乖啊，是去遐点酒，伊嘛袂晓摆。吼啊！你嘛唔知影讲伊什么背景，突然间伊转去了后，你才会知影讲哦，伊嫁批来，因老爸是什么人、某咪人，嘛有即种诶。所以，这个开放政策要安怎继续来维持呢？如果若是咱采用到像会长的这种想法，是，那么不如就变做传播这样咯。你敢有支持？我是感觉讲用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是比较粗暴一些的啊。但是讲有没有新的方式来讨论？举例来说，拄仔讲的迄个 DEI 就是讲用种族啊、跟 LGBT 的这个因素来分。但是咱会使用其他的方式啊，举例来说，比如说你会使用学术能力 （academic），你也使用些经济的方式，经济弱势，啊，你也使用像社区服务，你若是这个学生就爱做社区服务的，啊，你会使互伊较侪公学金去甲伊支持，啊，就用 DEI 的这个部分的比例，那国际学生的这个比例都减少，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哦，这会当讨论啦。对。但是我是感觉这美国吼，这个平等三笑非一字之寒啦。是。哦，这代志已经是对于60年代啊，这件事情其实是从60年代开始所种下的结果。是。但是吼，我有一种想法啦，这个想法我要请这个会长吼来甲咱斗参详吼，会长吼，我的想法吼，有当时吼，你明明是这个喙齿咧疼，结果吼，这心脏才疼去。病是发自心脏，但是其实是喙齿疼。我的意思是讲，其实美国社会本地这个体质，吼，伊的资本主义的体质，伊就是崇拜英雄主义。每一个人你都爱来发展自我，所以伊的家庭的 family support， 吼，甚至 community support， 较无咧加强。那么变做讲，我来必须爱用政策来介入，用社会力，吼。无法度照着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力，就要用这种政策来甲支持讲，哦，你这个 LGBT 的人，哦，我互你安怎？像我一个当初吼，伊是系主任，伊咧处2个教授的时阵，一个韩国的一个女教授，甲一个白人的查甫教授，你免讲，伊讲惨咯，你一定是这个韩国女教授去用录取。
啊，像头早陈律师也讲，啊，敢有其他的这个选择的方式来改变社会这个体制呢？我想是真困难，包括讲要来体检，讲这个人是不是红色的背景，啊，要安怎来体检？是不是？美国的整体乃至到讲可能病灶是伫中国啊？啊，你无落来规矩甲斩首，啊，无落望讲啊，习近平经改条换代，这个问题要安怎来思考咧？是，我想吼，咱卖这有几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咱拄则咱有一个朋友吼，伊直咧讲美国的教授啦吼，主任啦。帮中国讲话，帮中国政府做研究，甚至甲摕美国政府的钱做研究的成果，摕去互中国用。吼，咱讲的这拢是教授，所以啊，而且这内底佫一个佫是白人哦，佫是美国本人哦，是美国本地白人。所以这有当时啊，你讲，所以咱咧看这个代志的时，表示讲，你这个美国政府对这个教授的这个代志，我感觉像这种代志，我感觉像尾啊讲，伊敢判2天啦，吼，判关2天，啊尾啊都无代。我感觉这个法令爱加严啦，哦，这惩罚爱加严，这第一项。第二项就讲咱这个学生的部分，中国学生的部分，你即摆就对影讲，伊是红色，伊是高官的子弟，但是无表示讲伊去美国读书，伊就会替美国，伊就会替中国做一寡代志。所以我毋才讲，你美国伊有真好的法令，你就是爱，你若知影讲伊的背景是安尼，你应该对这个人爱搁较注意的。万一你若讲伫遐做明显，比如讲去替中国做一寡代志，也是讲对其他中国学生威胁，你美国政府你就马上甲驱逐出境，甲伊学生签证取消，甚至若违法，你嘛是爱会接受法律的制裁。你若会当安尼做，我讲这学生。嘛是会当讲抬价价啦，哦，我感觉这拢会当做的。啊，至于讲你拄则这个 DEI， 我感觉 DEI 其实这是对美国国内，像你咧讲的，讲一个韩国查某，哦，女性啦，袂使讲查某，即讲的迄种更较注意。美国女性的教授，伊要摕到这个教职，比一般的人会较简单。我感觉这应该就是这川普咧讲的，讲应该是。伊即个你要请一个人，也是讲学校要录取一个学生，应该是伊的能力，毋是讲伊的肤色，也是伊的性别。哦，啊，这个意思就是要甲 DEI 取消掉。我感觉美国社会其实应该安尼做，但是无表示讲美国就无需要去宣扬讲你爱尊重女性、尊重少数族裔，也是尊重性别，甲你无共款啦。这种教育爱去继续进行。但是 DEI 这种法律上的保障，也是讲法律上的优势，我感觉其实会当慢慢的取消。是，感谢会长吼，我即摆随就你的这个答案吼，我来问这个请教彭律师吼，方律师，刚刚会长所说的，就是说他认为 DEI 这件事情大概跟你想的差不多，就 DEI 这个制度，或者是说这一个行政命令，或者是这种做法。可以慢慢的让它消掉，让它不见，但是教育应该要继续。可是这个问题来咯，我只有教育，会不会只变成嘴巴，然后又回到60年代那个状况？还是说，其实时代已经不同，不需要这样担心？你觉得呢？时代的确是不同，但是问题是，如果某一个当地政府的相关学校。如果还是教这个 DEI 的概念的话，联邦政府还是会反对，所以或者当地的共和党议员也会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我说退出 DEI 政策或者教这个 DEI 的概念，这个时代目前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因为。共和党不管是国会议员或州议员等等，都非常反对。联邦政府也是反对。联邦政府虽然这个教育部川普要取消掉，要关掉教育部，但是目前还在，还拨很多钱给当地地方学校。所以如果地方学校推出这个 DEI 教学概念，那就没钱了，没错了。一样，你说到没钱了，那如果把中国学生都赶出去了，或者国际学校的学生、国际学生通通赶出去了，学校也没钱了。
川普政府会这些学校会得到川普的爱。这些人是真正爱美国的人，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把所有的国际学生赶掉的话，那川普就会爱他们了。可是你有赞成把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赶出去吗？当然我不赞成，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不管是过去10年、20年，甚至50年，国际学生来美国真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大。是，所以你不赞成，但是你觉得实务上如果你有个机会要 talk to Trump， 如果学校要做一个安全选择的话，那就不要让中国学生入学。印度还可以，但是中国就不行。就是摆他的 nationality， 是没错。所以你是赞成说，干脆把我没有赞成，但是如果我是某学校的校长的话，我可能会这样省得麻烦。对，所以这是您的看法啊。有咖喱安怎看呢？这实际做法是变哪样？因为有的人出一个 idea， 讲好规矩吼，叫 Harvard 吼刷校刷来台湾啦，台湾就上安全啦。吼台湾即嘛吼。国际学生来台湾吼，会讲吼，咱都接受这 DEI 啊，咱 LGBT 的族群嘛真大啊，所以自由开放啊，但有一种 idea 是安尼，但是实际上应该是无啥可能啦。不过实务上是要来处理中国学生的代志呢？我感觉吼，川普每届谈判的时阵，一定都先吓惊你，伊讲台积电。我200%关税，大家就吓惊到要死。乌克兰，我要你的补助，我全部摕转来，惊死！大家拢困袂去，结果拢无。伊是咧吓惊你，吓惊安怎？就是讲，这本来是川普的问题，川普甲大家吓惊死，大家的问题，大家拢来想要安怎，大家拢来合作。川普就好做代志。所以咱今仔4个咱咧讨论就是动工哦。系啊，伊第一届做总统的时间，2020年的时阵，就开始签台美教育合作协议，就是讲中国我外地啊，这孔子学院甲关起，台湾来开教育中心，来教中文。迄当阵就开始啊，到2024年的时阵，美国过来立法讲，爱学校要甲中国合作，一定爱政府先同意，先申报通过再当。所以真侪大学伊就开始讲，哈佛中文课在热天的时阵，中文课以早在北京，即马在台北，甲师大。就是合作，美国的几啊间大学，即马来台湾，所以事实上开始发生。实践大学、甲中山大学咧合作咧开课，所以讲大家拢讲，哎呀，迄个哈佛大学迄个学生遐尼好，伊袂见来阮台湾，毋是安尼，伊拢有来台北讲，全世界上好的半导体在台湾，所以阮来台湾办半导体好课。你会使来看鸿海，你会使来看台积电，这真 active。所以讲实在讲已经开始啊，应该讲台湾政府趁这个机会，咱教育部钱甲砸落去，讲阮要做机器人，阮要做无人机园区，咱要做 AI， 要做生技，要做制药，即马这科技园区甲大学合作。就是大学在退场，就这学校就这人力，这是会使来合作，讲请这老师，请这学生来跟台湾合作，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好的机会啦。刚刚我们说到说，其实有很多人开始在倡议，让美国的大学来台湾，不管是用合作的。或者是用开课的，或者是 program 的方式来处理哈。那上后边我会请陈律师来讲哈。咱虽然咧烦恼美国啦，不过哈，我感觉美国社会稳定某种程度哈，嘛是台湾甲中国的关系这个温度计。是。吼，这温度计吼，会当知影讲，咱是较会当安全还是较危险吼。
你安怎也是爱来问讲，美国安怎来处理要安怎来处理中国学生的问题？你讲法令上、实际上你无法度处理啊？要有通用这个 ESG 的这个方式来做这种鼓励性还是惩罚性的处理吗？我感觉会使用鼓励性的啦，但是因为选举明年都有选举啊，所以大家嘛免遐烦恼，说不定明年就改过来了。其中选举就对啦。是，因为这个政策本来就是讲，啥物人做主，就啥物人决定，人较侪就较大声啊，所以讲参众议院甲联邦政府现在的情况虽然是保守党较侪，但是嘛唔知影明年过后以后会变做安怎款。你讲的有影，哈佛即马已经2摆提告啊。哈佛已经2次提告了哈，现在还在跟联邦政府违宪呐，干预学术自由啊，接着还有的打，但是马上刚刚陈律师就说，就明年就集中选举了，你觉得共和党还有机会？目前还有。